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6月3號。美匯指數上個星期喺大概99水平窄幅上落，現時利率市場已經反映聯儲局或者需要因為經濟過熱而加息，但數據令花旗分析員相信通脹上行嘅風險可能有限。實際可支配個人收入增長放緩幅度大，近幾個月甚至跌至去負值。只要消費開支增幅繼續高過收入增長，儲蓄率將會持續下降。目前儲蓄率已經處於歷史嘅低位。另外，花旗分析員預計3個因素或者導致聯儲局下半年轉鴿，包括第一，霍爾木茲海峽重開，石油同埋汽油價格下跌；第二，經季節性調整之後，未來幾個月勞動力市場數據或者走弱；第三，聯儲局主席沃什發表鴿派言論，焦點或者轉向較溫和嘅通脹指標。整體而言，美匯指數喺2026年第三季之前或者維持97至到101區間上落。歐元同英鎊嘅下行壓力或者最大。喺外幣方面，可以留意紐元同埋人民幣。由於紐元走勢發展同澳元相近，花旗分析員而家預計紐西蘭央行短期內將會加息2次，每次25個基點，利率或者升到去2.75%。買紐元沽歐羅或者沽英鎊或者係較佳嘅策略。另外一邊廂，中國持續優先推行穩定資本流動、擴大同埋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等嘅長遠政策目標，或者令今年底美元對在岸人民幣將會逐步下降去到6.70水平嘅位置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